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有真有假，无真三比八。参加重要的场合，也是有真侪人惯势穿西米露。若讲到西米露有开机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鸡，读高一鸡第一条。有一款地头是读做龟。台语字典解说鸡是三前后水落来所在，咱讲是三鸡，嘛有人直接讲是三鸡。另外三有开车，咱讲是开机。三后壁水落来所在，叫做后机。另外，还有大医院吧，或者是群的内里，咱讲是内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开机，意思就是三开车的所在，或者是三天线的旁。第二个词，读做内机，意思就是三个内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做西米露是足有路的手工工艺，布料爱讲究，手路功夫嘛就要求。无论是开机的方式、内机的样式，拢有足严格规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机，有人读做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